流。咁同時咧，之前實施緊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嘅間歇性封閉措施咧，已經取消咗㗎啦。駕駛人士經過咧，記得要留意翻。仲有之前荃灣路出九龍方向，近住永德里廣場嘅交通意外咧，都已經清理好。現時龍尾咧就排到去屯門公路，近住恒麗園。仲有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，近住禾輋村交通意外咧，都已經清咗場㗎啦。龍尾就斷斷續續排到去沙田馬場。睇翻隧道情況啦，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，車龍去到愛民村；漆咸道北過海龍尾去到佛光街橋底，仲有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就去到衛理道。另外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匯景花園，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西九龍政府合署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斷斷續續排到隔田村，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就去到香港駕駛學院，仲有將藍隧道去東隧方向呢，一帶都係比較擠塞㗎。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，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，近住禮頓道一段多車，車龍去到皇后大道東；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，近住灣仔運動場呢，現時一帶呢都係比較慢車。而夏慤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呢，現時比較擠塞，車龍呢就去到告士打道，近住華潤大廈。而另外仲有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，近住迴旋處一帶慢車，車龍呢去到屯門騎術學校。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，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，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，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到 T2，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。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。香港電台第5台最啱嘅老友記電台。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，每月租金只係188至3000幾蚊。項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務，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。第4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、馬鞍山同屯門嘅4個項目，將於今年第3季開始入伙，並喺6月2號起接受申請。6月23號或之前申請會優先處理，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啦。早晨，我係陳永業。自在早晨，歡迎你。著名嘅音樂家梁樂音啊，佢喺1942年開始從事音樂創作嘅工作。1943年憑住以下嘅一首電影歌一舉成名啊！電影叫做《萬世流芳》，有呢一首《賣糖歌》，唱歌嘅係李香蘭。就以林則徐燒毀鴉片煙作為背景。李香蘭喺戲裏面飾演一位賣糖嘅姑娘嘅，唱咗呢一首賣糖歌，仲有一首戒煙歌，兩首咧都係風行一時，亦都令到梁樂音嘅知名度日益增加，亦都
引起好多電影公司嘅注意嘅，陸續有好多電影嘅創作。1942年至到1945年間啊，係10點未㗎？係啊， 10點啊？未9點半，我上落麥，瞓覺。有食藥啊？婆婆幾點食藥啊？婆婆幾點食藥啊？婆婆想食藥，幾點食藥啊？咩藥啊？我聽唔到你講咩？婆婆頭先想食藥，婆婆講10點想食藥，呢個咪你嘅藥啊？頭痛。係咪醫生藥呢個頭暈呢個啊？係咪落色啊？係咪落間部醫生啊？係攞根寶。攞間部醫生係咪喺呢度？啦。我唔係啊，喺嗰度啊。個包就係啦。自己食，OK。